写评自树街的金莲记福建面食馆无赞助本频道为伊人做广告。你人对分野皮有意见，就伫分野皮留话就好，莫甲照金莲记。大家好，我是姚文雄。即阵我伫吉隆坡自树街的金莲记福建面食馆食正宗的马来西亚福建菜。我鼻孔会使，所以家只是福建面啦，真嘅福建面。来 zoom in，开清楚就无使，使啊！这个只是福建面啊。是内底有咩解啊？对啊，你看啊，这个就是面咯。伊是炒甲乌乌这个嘛，这是福建面嘛，这是真嘅福建面，还记得。用乌豆油煮嘅。乌豆油炒出来嘅。佫有时伊是较侪是用迄个炭火炭，炒甲香香嘅。哇，这个就是全世界咱知嘅福建面啦。食物件前爱龙运，龙运的意思是甲巴鲁伫活毒夹出来的活沫用滚水消毒。龙运敢若伫广府话有这词类。福建话、潮州话甲客话就无，所以呢，我逐摆食物件之前啦，伊人有捧这个烧水，互我人弄阮的弄这个字啊，弄汤匙就是就爱弄啊，若无这个烧水是容易的。有个人来到这边是毋知爱弄阮的。所以我伫这边介绍了，你人应该会知咯。这盘是炒白果，这个就是马来红光。马来红光呢，就是刚讲来的，嘛叫做英菜啦。我人就看这个炒白果内边有啥物，这个就是白菜啦，了，佫有猪肉的水啊。了，当然就是乌豆油，这就是乌豆油啦。你看伊个照就是乌豆油来，了这个马来红光，当然我讲了啦，是有港工，了，佫有虾米，蒜头。佫有三把椒，这也比到这边为止，感谢大家斗相共留话、时赞、订阅，佫有分享这也片，多谢。